剪刀石头布。拍个按奏，吃饱忙。吃饱吗？阿迪古啊，我们来野餐还有什么暗号吗？还有不是什么暗号，吃饱忙是问你们吃饱了没，而且啊，吃饱忙也是客语很亲切的问候语哦。哦，我跟你们说哦，今天野餐我带了，哒哒，很多美味可口的小蛋糕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是草莓蛋糕哎。你们看我准备的好吃的汉堡，看起来也很不错吧？看得我都要流口水了。那悠悠妹，你准备什么啊？我怕大家会口渴，所以我带了果汁和牛奶。嘿嘿，悠悠妹，你好贴心哦。那阿迪古，你准备什么啊？我有带水果。我有带水果。阿迪古啊，你该不会什么都没带吧？才不是嘞！我刚刚说我有带水果，意思就是我有带水果。不过这个我是一直闻到一个说不出来的味道，你们没有闻到吗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的有哎。我还以为我藏得很好，因为我带的水果是榴莲。榴莲，我最喜欢，好香。朵莉经理，现在有那么多选择哎，想要什么给？马给？哎呦，我是在问你，你想要吃什么？汉堡、蛋糕，吃榴莲好了，好香哦。可是他们两个怎么离我们这么远啊？那榴莲你们吃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们多吃一点。可是这个榴莲很大颗，一起吃嘛。不用，我们有汉堡跟饮料就够了。我找很久才找到这么大颗的耶。不用。奇怪，吃饱吗？意思就是吃饱了吗？我有带水果，意思就是我有带水果。想要什么给？意思就是你想要吃什么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